主文时间还未到，又叫着咧等要主文第三剂的民众，病毒一直咧拖，民众嘛赶紧来主文。就是找不到那个网络找不到，所以在这个可能是比较快吧。有一些比较不会预约的，然后就麻烦他们。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棒。 到底要安怎主文？时代看拢无，拢总到药局排队，因为疫情扩散，要做第三剂民众增加。北市府回归中央，拢爱上1922主文平台，才会当做第三剂。那现在的话，就是这个特殊的通道是关闭的状态，好，所以等于是我们会还是透过就是跟民众一样走192的系统。唔知安怎操作，有的民众找里长来斗3工，都是想要赶紧主文，唔过嘛要特别注意时间，只要做2剂。 满12礼拜18岁以上的民众，拢会当主文。今仔日开始分做3批，第一批是65岁以上的民众，透早10点开始，数落来50到64岁是12点，18岁到49岁伫下晡2点开放。第3批主文结束时间伫22号中昼12点。不过，若是还未主文成功，或者是前2剂还未做，会使直接到配合的医疗院所卫生局主文。若无，嘛会使直接到随住的注射站注射。 病毒一直咧拖，防护力嘛会对咧加强，大家嘛要赶紧去做第3剂。